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伫要过年啊，Lisa 先伫遮祝大家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。即摆 Lisa 要来甲大家分享的是囡仔歌真会调。娃娃 TV 讲台语。真会调是一首足趣味的囡仔歌，咱看了就会当了解过年初1到15的风俗啊。初1早，初2早，初3困到饱。初4接神，初5过开，初6养肥，初7吃完，初8完全，初9天公生，初10食食，11请囝婿，12请查某囝转来食暗暝仔配挂菜，13关老爷生，14月光，15是元宵暝。大家看了应该拢有了解咱台湾初1到15的风俗啊吼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喂，无啦，咱来解说一下。初1是新年的头一天，足侪人会知影会祭拜祖先去庙里家村祈求平安，嘛有亲戚朋友来厝里拜年，所以初1爱较早起床的。初2同款嘛爱较早起床的，因为初2是出嫁的查某囝爱转去后头厝的日子，所以初2嘛爱较早起床的。初3这天是赤狗日，嘛有人讲这天是鸟鼠娶亲的日子，所以伫这天做啥物货拢袂顺，嘛无适合出门，拄好会当伫厝里尽量困到饱。初4是爱接12月24转去天庭开会众神明转来人间上班的日子。毋过因为过年，大家嘛想要互神明会当伫天庭加享受一下，毋免遐尼早就转来上班，所以大家真体贴，一般拢会伫下晡才开始进行迎神的活动。有一句俗语就讲：送神早，接神晚。初5是各行各业开市的日子，五路财神嘛会伫即天为天庭转来人间开始上班，所以伫即天做生意的人会烧金拜拜，祈求生意兴旺。初6养肥，初6则是正式开工的日子。伫永春农业时代，大家会伫即天甲便所无清的屎拢清清的下去水田内底做肥料，开始做事。伫咱即马现代，大部分的人是会伫即天开始拼过年所累积的本数，做是甲过去一天的歹运拢总送出去。初7是七元日，嘛是人的日子。传说中拄好是伫第7天才甲人创造出来。所以，照传统来讲，伫即天爱食七宝汤来辟邪保平安。另外，听讲伫即天官府袂当来处决犯人，士大嘛袂当伫即天来教示囡仔，因为伫即天爱尊重每一个人。到初8，规个过年活动才完全结束，大家恢复平时正常的生活。初9是天公，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。玉皇大帝是上大的神，伊除了管理众生命以外，人甲鬼嘛拢是伊管的。所有咧拜玉帝的人，一般拢会伫初8半暝11点，就是交主时来到初9的时阵，就开始来祭拜啊。初10因为前一天拜天公的食物还有剩，所以大家也阁有物件通好食。11是丈人请囝婿的日子。大家会当坐落来做伙食饭，培养感情。12因为过年期间，大家拢大鱼大肉，所以为着查某囝的健康，12就食较正，请查某囝转来食暗暝仔配挂菜。13是关老爷，就是关圣帝君的生日。其实关圣帝君的生日是旧历的6月24，旧历的正月13是关圣帝君得道成神的日子。14因为过工是15元宵节，所以月亮会特别光。15就是元宵节啦，大家会食圆仔、看花灯、摇米菜。阁有旧年的元宵节，我有介绍一句俗语：头晚葱嫁好翁，头晚菜嫁好婿，跳菜鼓娶好某。有兴趣知影这是啥物意思的朋友，会当去找来看哦。好，15以后所有的过年活动就真正拢结束啊。即摆大家有真正了解咱台湾初1到15的风俗啊吼！这首真会调介绍互大家，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的话，连买就起赞，甲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就起只电话，你可不可以先动按那个收上虾米通知哦？另外，我这位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